Hello，亲爱的，我拍到了一些好东西，给你当结婚礼物哦。这个景别好，季先生啊，快来看一下，这个景别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，我千玺，我愿意。还有，我爱你。你说我是不是太天真？在你面前，我变成木头人。